三佛半没后普渡收圆，现在时运已经到了，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圆佛子，老母娘降下了大道，指引众生回天之路，并差遣三佛办理末后一佛的普渡收圆。三佛燃灯普佛、释迦牟尼佛、弥勒佛，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阵理实修一理，不依人修道，任指真一人一出错，一理是良心，二行公了愿，天不能言，地不能喻，人能同道，非道同人结顿，而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，儿的光明坦荡照耀母的灵明清虚，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，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，儿的无私无我辉映母的无边无量，儿的屹立不摇契入母的永垂不休，本尊与分身关系